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金子。今天难得空，我们打算在家做一个菠萝古老肉。现在去买菠萝。小区改造，新装好的信箱，还有送信的阿姨。之前你也来这里送吗？对的。进入市场，请扫场所码，出示出康码，正确佩戴口罩。虽然没人检查，不过你也视觉。9月份是不是菠萝的季节？菜场里没人卖。菜场兜了一圈没有看到菠萝，所以我们就买了2个彩椒，也不便宜，10块8。今天的古老肉好不好吃，全看它了。朋友们看，上面是糖醋里脊，但是用来做古老肉也没有问题，它上面有教程。里脊肉糖醋汁，先洗一洗。看看我的弹弓还有渣子。切一些些，先把这个里脊炸一炸。书上说先炸5分钟。下肉，差不多炸好了，盛出备用。剩下的油正好把彩椒炒一炒，一起放入锅中翻炒。最重要的一步来了，就是这个糖醋汁。彩椒本身就是甜辣的，再加点糖醋汁，那么这个古老肉一定非常好吃。哦呦，烫的！已经闻到了这个糖醋的香味。哇，这个勺子怎么这么烫？香得不得了！看看这个古老肉啊，哇，收汁出锅了。最后还有非常要紧，粉丝之前一直提醒我的，撒点葱花。金子，还是上上几个狗来牛，再吃牛。还是不错。一张定，朋友们，你到俺来尝一口。